各位的主内兄弟姊妹平安，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感谢主，虽然这个世界也搁伫这个病毒的威胁下面，但是咱信主的人毋免惊，因为有主甲咱同在。主使咱平安内心的平安。虽然病毒真恶，威胁真侪人的生命，但是咱已经信主了，咱的灵魂得救了。虽然这个肉体早晚一日拢要离开这个世间，但是咱抑阁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有主的同在甲安慰，使咱力量。咱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咱今仔日来借着三甲节节伫神的面头前来敬拜伊，唱圣诗，互咱力量，互咱有喜乐，读神的话语，互咱对神的真理搁较明白对上帝的救恩搁较清楚，也互咱要找机会，还是上帝安排来向人来传福音，人来将神的恩典来带到人的生命内面。所以今仔日咱奉主耶稣的名来举行这个梦想的崇拜，求主甲咱同在。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搁再来到你的面头前，甲众兄弟姊妹来敬拜你，来借着上帝你的话语、你的启示，互阮对救恩搁较清楚。上帝你的听，将上帝你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的时阵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你的权能，已经彰显伫这个宇宙当中。你也是世世代代向人启示上帝你的救恩，互阮人有盼望。上帝阮这个时将世上一切甲阮做一个来敬拜的人，来带到你的面头前。无论现在因拄着什么款的情形，是身躯的软弱，或者是病痛当中，或者心内有惊吓、有无平安的所在，求上帝你的圣灵做工，互阮的心中靠主的恩典，仍然有力量，互人来面对面头前的各款的试炼。求上帝你甲阮同在，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中国方，我口是怎能述说？更将主的颂赞，他主。
各位兄弟姊妹，咱即阵也阁是2021年1月份，咱伫规年即个主题是福音的故事，所以咱头一礼拜呢，咱是讲到即个福音故事的历史过程，就是接着耶稣复活了后，有两个门徒，抑个疗愈的时阵，耶稣甲因讲到即个福音的代志。从古早时对旧约的时节就有启示咯，就启示咯。咱第二礼拜呢，咱是讲到啥物呢？1月份的第二礼拜，咱讲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用伊的大能力，用伊的智慧，用伊的慈爱来创造天地万物最后呢，照着伊家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就将因安置伫迄个真水的伊甸园当中人迄个时节可以甲上帝自由自在来讲话灵内面的交通抑个上帝祝福人，并且互人食物是果子水果甲即个蔬菜做人的食物。毋但安尼，伊叫将人互安排工作互因来管理这个地叫因呢来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飞鸟，到伫地顶活物、走兽、野兽、昆虫这一切并且吩咐人着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第三主日呢，咱是讲到上帝创造人了后，上帝互人一条命令，叫因着遵守，就是这个伊甸园内面所有树顶的果子会做咧食，但是其中呢有一丛叫做分别善恶的果子，树顶的果子啦，袂做咧食，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会死。上帝真清楚共人讲安尼，你食的日子必定会死所以，但是上帝做人的时阵是正有迄个灵性，有迄个自由意志来决定选择互人有情绪有感情这个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人，毋是机器人甲你转好咧咯，甲你设定好了，说人机器人就完全的顺服，直直点头，直直顺服。这个是人设定的，这个机器人毋是有生命的所以上帝做人毋是机器人，乃是真真正正的顺服，真真正正对伊的内心听上帝，这个才是真正会听。所以这个是上帝做人的智慧，叫万物动物无同，也叫做机器，咱现代机器人无同。所以呢，但是当时受到魔鬼的引诱因犯罪了，因选择了去食上帝叫因人食，但是人受魔鬼的引诱，因犯罪了去食，结果呢，带来了全人类陷伫罪恶甲死亡的当中，所以咱今仔日世间人的犯罪的死亡就是对咱的始祖亚当夏娃迄个时节带入来也是魔鬼的引诱将人捆绑伫这个罪甲这个死亡的来这个关系内面靠着咱的力量无办法所以圣经安尼讲罗马书5章12节安尼讲，伊说这就是罪，是对一个人，就是亚当进入了世界死又果是对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世间人会犯罪，乃是咱的始祖犯罪的时节就迄个基因基因入去
因的灵魂内面，所以伊生落来、传落来，怀子孙后代啊，拢总有这个罪原罪，有迄个爱犯罪迄个基因伫遐，所以圣经讲说，人拢犯了罪。今仔日呢是第4礼拜，咱讲到人犯罪了后，上帝非常伤心啊！伊要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今仔日咱的主题上帝要借着古代的方舟对现代人的启示。要启示什么呢？启示上帝的救恩。所以今仔日的题目就是古代的方舟对现代人的启示。好，头一点，咱来讲到这个洪水来灭世界。以前人类犯罪对亚当迄个时阵已经传落来，传落来几若世代咯，然后呢，看当时人的情形怎样人的内心、人的思想、人的行为是怎样的？圣经形容说地顶罪恶真大。规日所思想的真都是恶，规日所想的，从早到暗，规日拢想到遐歹的罪恶的代志、犯罪的代志圣经是安尼形容，伫创世纪第6章第5节到第7节安尼讲，耶和华看见人伫地顶罪恶真大，终日就是规日所思想的真都是恶，真都是歹的耶和华就后悔了，后悔做人伫地顶。圣经讲的这个后悔，无亲像人这个后悔，人是因为做大代志、做毋对代志才后悔，证明说人的智慧无够强。但是直到圣经的这两字后悔，是讲到上帝的内心心中非常的忧伤艰苦心，因为讲神疼世间人但是人是上帝按照伊的形象所做的人犯罪，上帝就艰苦心所以耶和华神讲，伊说我要将所造的人、甲跩野兽、精是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拢对地顶来歼灭的，来消灭。这就是圣经所描写的。圣经讲说，因为我造因后悔了，上帝非常的艰苦心非常的忧伤人的无顺服就带来了什么呢？亚当夏娃因犯罪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带来了全人类的道德的败坏，甲这个毁灭性的死亡。所以有几点咱来看，什么就是人毋通认为说，只做了一项真小可的代志无相干只不过是食了这个禁果，就是上帝所禁止的一粒水果、一粒果子有啥物了不起只不过是安尼尔，人毋通安尼想法因为问题不在乎这粒果子这粒禁果禁止的果子毋是伫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最大的问题乃是人无顺服，选择无顺服，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及旨意，所带来的苦难，带来的灭世，还是这个死亡的情形。圣经早甲咱讲了毋通看轻这个细项的物件
但是后来的影响啊是非常非常的大。啊，伫《传道书》第10章第1节，安尼甲咱讲，伊说一只死的河神啊，苍蝇哈，河神呢，互这个做芳膏哈，内面啊，就发出臭味。啊，安尼呢，也是一点的污垢啊，污味啊，也有可能败坏人的智慧甲尊严。意思是讲，啊，你做芳料，啊，一只死河神加了伫内面啊，吼，就互这个芳料吼变臭去。伊意思是，毋能以为一只细只河神吼，但是伊的作用啊，可能真芳的去，变做臭味去。所以圣经讲啊，伊讲人的愚妄啊、无知所犯的罪啊。看不起做一点点啊，但是后来影响力啊是非常的大，是有法能败坏人的智慧，甲人上帝造伊的这个尊严啊。所以咱看见有的人哦，看见啊细项的罪恶，甲来现在有的真侪人哦，跋筊跋，顶摆是跋细筊，后来是跋大筊啊。就是开始的时阵，认为说啊，跋筊无所谓啊，帮别人啊，互伊淡薄仔钱，几千块，说啊，做钱送互你咯，你要跋做你跋，也袂要紧啊。但是跋了赢了，开始赢欢喜啊，后尾个输了，伊就毋甘愿，后来就去厝内摕钱来跋啊，开始跋税几千啊，后尾几万啊。所以算100万，所以最后哩变啊怎样？跋大筊啊，变做啊是倾家动产啊，最后可能有自杀，还是无法通还迄个娇小，是互人害死咯，互人绑架咯，互人杀死咯，悲惨啊！啊，就是人看唔起迄点点啊做，以为是无啥物。到来现在人吸毒，有的人吸毒吸啊死去，开始也是别人互伊淡薄免费的啊，一点点，说你试摆啊，互人真兴奋啊，真爽快啊！啊，你抓落去，加较有精神啊，有精神来做工，有精神来嘛，毋免困啊，规暝去娱乐啊，有精神啊，但是开始一点点。最后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大，就害家己害人了，害整个家庭了。所以伊结局啊是无好，毋能轻看一点点的罪。当时亚当夏娃犯罪啊，认为说啊，食一点这个果子哈无所谓，但是咱看后来接落来的世世代代人的情形怎样呢？悲惨啊，非常的悲惨。头一个家庭，亚当夏娃犯罪了后，头一个家庭就发生这个家庭的悲剧。什么啊？阿兄将小弟杀死，为着什么呢？为着现这个代志，阿兄就怨妒小弟所献的这一切。对怨妒，再进入到生气，这小弟生气，佮进入到将小弟杀死。你看觅一点点仔的做啊，怨妒而已啊。这个怨妒若无除去，就变做怨恨；怨恨若无除去，就是杀人咯。所以罪啊，毋通看轻啊，因为人犯罪啊。言讲，神是圣洁的，无永远做伫人的内面啊，圣灵伫因的内面，所以上帝的灵啊就离开了。圣经是安尼讲吼，说上帝的灵无永远伫人的内面，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属乎血气的，属乎血气的意思就是我想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我要杀人我就要杀人，我要抢人就要抢人，我要做什么是我所欲所欲为啊，为所欲为是想要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所以真可怕。所以咱看起后来的人怎样啊？人凶恶随意害人，伊的例真多比如说圣经讲到第4章创世纪第4章23节到24节，安尼讲有一个人就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人得着犯罪愈来愈厉害咯。这个人叫做拉麦拉麦伊对伊两个妻子讲伊说阿达希拉说听我的声音伊说拉麦就是伊家己说拉麦的妻子听我的话语说中年人伤我要将伊杀死；少年人损我要将伊害死。24节佫讲说，若有人来杀死这个该恩的确要遭报7倍。若是上杀害这个拉麦，就是伊讲话的人说确要遭报77倍。你看觅为着伤害伊要遭报，要报复伊、报仇伊77倍，佫较严重。所以对顶面的经文来看人的犯罪这个拉麦这个人会残忍会恶毒会是后世间人愈来愈多这个强暴暴乱凶杀甲战争会杀死人各款各样的罪恶就存在伫这个世界，愈传愈快，愈来愈严重，来伤害世间千千万万的人。所以人毋通以为犯罪是一项小块的代志，不论是犯大罪还是小罪，伫上帝内面拢是罪这就是伫心中的一项怨妒。这个贪心、欺骗、自私等等这些物件拢是罪拢有法人叫人发生这个真大的灾厄，甚至死亡。所以古早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伊讲吹你1000公里风蹄，还是迄个大把水把吹你一蹄就是讲到迄个 dam 的迄个 wall 伊法人愧于医学，愧就是涂迄个 dam 迄个水把迄墙破去海水拢总抢出来。就杀死千千万万的人，要伤害偌济的财产。同款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影响到后代的世间人，而且这个罪伫人的心内，伊家己所犯的罪，也是愈来愈严重就做成了这个灭亡的大灾厄了。当上帝看到当时的人规日所想的真都是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犯什么大罪，抢劫杀死人、强奸各款甲思想心中一切罪过。上帝看到真艰苦心，所以伊就定义要毁灭这个世界。上帝就命令吩咐拿亚来做一只方舟。什么是方舟是比较四角形的大船
叫做方舟。关于方舟的代志，关于这个洪水的代志啊，咱信主的人读了圣经，听咧讲解了后，咱信主的人就绝对相信，迄个时阵的方舟，甲这个方舟以前的人类的犯罪啊，是实在的。咱信主的人认为这是上帝话语，是可信的。但是有诶无相信的神的人啊，因认为方舟的代志只不过是一个民间故事，或者是一款的寓言，是无影无迹，是无存在的。但是咱相信神的人绝对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真侪科学家，真侪地质学家，真侪考古学家，一个科学家跳江爬山到伫这个土耳其就是以色列的顶面迄部分这个国家土耳其有一座山，真高的山，叫做阿拉拉，英文的讲阿拉拉就是国语的就是阿列列翻译的音有啥无同啊？迄个山顶顶面规年拢冰雪风咧，要爬去无容易但是有一家人为着要探明这个方舟的代志是毋是实在，所以因一家科学家去因圣经形容说，伊说迄个最后挪亚的方舟最后是停伫山顶停伫山顶阿拉的山到即阵也是送迄个名因就摕迄个一家实物就真侪茶咯迄顿方舟的茶咯，也是化石咯落来化验，叫圣经内面所形容的，无论是尺寸还是拢是实实在在，甲圣经所讲的是真合很吻合。所以神吩咐这个挪亚来做方舟，伊讲用120年的时间这个120年的时间，可能是做船的时间，或者是神托人的机会，通来信靠上帝话。因为有人若看见这个挪亚敢来也无落雨，也无大水，你为什么做一长船反大长，你啥路用可能有人就会问咯我相信挪亚就会讲说，神因为看见当时咱现代这个世代罪恶非常大上帝艰苦心，伊就后悔做人咯，伊就要灭这个世界咯，所以伊做一张船凡那是相信的人相信神的话，就有可能入去这张船的内面通得救。若唔相信继续犯罪人就是伊的结局就是死亡咯。所以这就是挪亚用120年的时间，也是上帝会互人机会，通来相信神互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咱看，因着挪亚向世间人做阵互人一个警告，这个做方舟的迄个细节咱伫遮无过详细讲，因为真长咱若是读创世纪第6章甲第7章第8章讲到这个洪水的代志，甲做方舟的或细节，伊个尺寸偌大偌宽，内面的设计是怎样，几层伊的间隔是怎样圣经拢讲得真清楚。用什么款的材料，圣经也是有安尼讲咱就知影当时所以时间到了，上帝要将这个本来是开放的这个门要关咧咯。上帝互人机会通入去，人相信，但是人无悔改唔相信。上帝就叫挪亚是怀一公一母的怀动物鸟兽，怀入去这个
方舟内面，要怎样入去啊？上帝用神力技术将这情势甲引出。当然大枪哪有迄个力人将迄只大枪扛入去啊？但是上帝有法通行神力技术，叫这情势有法通一对一对的入去并且一家8个人，因2个翁某也有3个家甲因的新妇所以3个囡仔甲因的新妇6个，再搁加2个甲因太太就8个，一家8口，一家庭8个人，因着信，因就入去到方舟内面，上帝就将这个门关咧。雨就40年落大雨，天顶的迄个开，通雨开，地海的遮岩石离开水冲起来，天顶的雨落来，遮一直到全世界拢伫这个洪水来灭遮人类叫动物只有一家8个人存活咧。因着信入去到这个方舟内面去。这个方舟伫属灵顶面真有意义咱下面几点这个方舟代表什么伊意义伫倒咯 ？OK， 头一点这个方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仪表人听到毋是亲切的仪表仪表毋是个仪表，仪表预表预表是一款英文是讲一款 type， 意思就是所发生的代志，叫将来发生的代志，真温和真沙动亲像说时代人就进入这个方舟，才有法通得救这个方舟。同样，咱这个时代恩典的时代人也是进入什么耶稣基督，才有法通得救。进入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较咱亲像方舟进入方舟，咱一阵因着信心来相信耶稣，进入耶稣基督内面就是对心来相信耶稣做咱个人的救主。咱就法能得救。第2点，刷落去呢，就是方舟是神设立的这个救法得救的方法，并且方舟只有一长尔点，一长船方舟凡是入去方舟内面就毋免拄着这个死亡这亲像主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唯一的救主凡是相信进入去耶稣基督内面的人，就会得救了。这是头一点，方舟是仪表代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第2点呢，这个方舟是安全的，可以容纳凡是相信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同款，入去主耶稣内面咱的生命灵魂就安全了，得到永生了无论世间的人偌多人相信主耶稣偌多人就得救，有人进入到耶稣内面，进入到天堂的国度内面上帝的国度内面。第3点呢，就是这个方舟只有一个门，无2个门，没有开后门，无开后门人常常会走后门门只有一个这个门是神家己开家己关的，只有神要开就开，关就关。这样这款的情形耶稣基督也只有一个救主所以耶稣形容说伊是门圣经讲伊说看我伫你面头前，互你开一扇的门，是无人有法通关的。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
甲第9节也是安尼讲，耶稣讲说，所以耶稣又对众人讲，伊说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我就是羊的迄个门。第9节讲，我就是门，凡若对我入去，就的确会得救，并且出入有草通食，意思就是安全的来供应咱生命所使用的耶稣就是救恩之门。第4点，咱看这个方舟比水较悬，悬嘅这个水伫这个水面顶，同样耶稣基督比世间一切的罪、审判甲死亡加较悬。伊的意思就是超过这个死亡的权柄，超过这个人的审判，超过这个罪对人的侵害。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对付罪，对付这个上帝公义的审判，到这个将来的死亡。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超过这一切。但是呢，洪水还阁未来的时阵这只船是停伫地顶，一船是停伫地顶，意思是说基督降生来到地上，谦卑真卑微，诚做一个卑微的人，为着要入去到人世间来拯救世间人来知影因的苦难，知影因的需要。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咱世间人。上帝的囝伫荣华富贵的天堂来进入到人间卑微的人的权势，为着要拯救人。刷落去，咱讲耶稣用这个方舟来警告世间人马太福音24章第37节安尼讲，伊讲那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意思是耶稣基督第2次降临这个世界，要解决这个世界的这罪恶的代志要将人被提到上帝遐去。这个耶稣第2次降临以前伊讲那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时阵这个世间也怎样。当耶稣讲到第2次降临这个世间，这个现代这个世界的情形是怎样圣经安尼讲，马太24章38、39节，伊个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食、啉、嫁、娶食、啉、嫁甲娶，意思是正常的生活，真平常的生活。直到进入方舟的迄一日就不知不觉世间人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将因在世间人完全冲去就是死亡的意思人子降临也是安尼。意思是讲，当主耶稣降临的时阵，人照常食、啉、嫁、娶，继续生活的时阵，继续犯罪但是伊无注意到这个上帝的警告，恁着悔改人犯罪咯。当人继续安尼生活的时阵上帝话语来警告人无相信下面几点就看出当时的情形怎样，咱现在是怎样即阵的人现代的世代其实人真专心真专心食啉的代志食啉代志并无啥物毋对，因为人的身体需要食啉，但是有的人是过量的、过分的来注意到这个食啉的代志，意思就是只顾到这个肉体的需要，无顾到属天的需要、属灵的需要，无顾到这个伊生命灵魂的生死的问题只顾到肉体的需要。所以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第27节安尼讲，迄个时阵就是洪水
来的时阵，或者是讲到说主第二次要来降临的时阵，要来灭这个世界的时阵，伊讲迄个时阵啊，人又食又搁啉又搁带又搁嫁，到那进入方舟的日子啊，洪水啊就来了，将在世间人将因完全甲因毁灭了。这是圣经的警告，也是圣经来讲到当时的人啊，照样食啉嫁带啊，甲当时相款。第二点啊，咱现代的发展真紧啊，真迅速的发展各款的技术啊。咱亲像古早时创世纪第4章迄搭讲到，有一个人叫做示拉又生了土巴盖恩一个人土巴盖恩伊是打造各款动气铁器的这个祖先，所以意思说，咱现在时的发展真紧，当时的犯罪人的犯罪伊在科学也是进步发展进步真紧，到现在相同第三点人真注意，咱现在人真注意物质主义，物质只看重物质，无看重灵魂属灵的代志即阵的人是安尼，古早时也是安尼佮说落去当时的人咱现在的人是注重这个娱乐的代志注重这个身体享受、舒适的什么结婚的投入投入时间、投入金钱、投入在物质的代志。当时也是安尼，当时也是安尼。古早时有一个人叫做亚伯的兄弟叫做犹伯伊是一切弹琴甲分箫的始祖伊发明这乐器，为着要放纵肉体来享受人生，真注重这物件，甲咱即阵的人相同咱即阵的人无关心属神的代志，无关心这个人的信仰的代志，无关心行为的败坏的代志。古早时也是相款人说落去是人对婚姻无看重甚至无当作神圣的代志，所以婚姻真败坏，真污染了人有法通一对夫妇有法通叫别个人来发生关系，伊无将这项代志当作是奸笑的代志、犯罪的代志古早是安尼，现在是安尼。圣经讲说，人看到女子的美丽就随意带来做某，掠来做某。第八呢，是讲到人无相信神的话语是神所漠视的。咱现今的世间人只注意在科学，注意享受，无注意到无相信这个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话语当时的人，神灭世界的人，也是无注重神的话语咱现在人口平等，所以咱人口愈来愈多。当时也是人口愈来愈多说落去，凶杀的代志、暴力的代志，暴力就是任意杀人、放火、做歹代志愈来愈扩张了。现在的世界是安尼，咱看逐个国家这无欢喜就放火烧，就烧人的车，就是暴乱冲入去政府的机构内面拍死人任意拍死人。现在是安尼，古早是安尼。现在的社会真贪污败坏，古早是安尼，现在是安尼。现在的男女性的关系真随便，真乱古早是安尼，现在是安尼。现在人的思想言语真污秽暗淡，欺骗歪曲事实将无影当作有影，将有影说做无影的，在国交国之间就是歪曲事实假冒
造假跩代志。现在是安尼，古早是安尼。撒旦魔鬼现在伫各款的社会顶面啊，你咧败坏人。现在是安尼，古早是安尼。现在不法的代志愈来愈多，古早是安尼，现在也是安尼。所以现在甲古早人心的败坏是相同的。上帝设立这个方舟，为着要叫信的人得救，好用这个悔改的机会。现在上帝已经伫2000几年前来，互伊的独生子都正做热心来到这个世界。连亲像古早时的方舟，耶稣是一个唯一的救赎。所以人有法通，当时的人进入了方舟，通得救。咱今仔日有法通相信主耶稣，进入到耶稣内面，让咱得救。上帝历代以来就无停的用迄个启示启示世间人，神要来拯救世间人。亚当夏娃犯罪的时阵，用树叶来编织一领衫裤，来遮盖伊的见笑。但是上帝无满意因安尼做，上帝伊就杀一只精神，流出血，然后再将迄个皮来创做一领遮见笑、盖见笑的，甲抵挡这个寒冷的气候。杀一只精神需要流血，那这预言在预表耶稣基督要为世间人啦遮去犯罪的见笑，也是着需要耶稣为咱世间人顶十字架流出伊的宝血来。古早时上帝就启示人安尼咯，这个创世纪第3章15节，上帝佫启示救恩个如人的后裔要来到这个世间拯救世间人啊。现在今仔日咱所讲的，就是方舟的启示就是说人犯罪，上帝要灭这个世界，只有进入上帝所设立的唯一的拯救活命的方法，就是方舟。人就用信心来进入到这个方舟内面，伊的生命就保存的了。咱今仔日真福气。耶稣已经做成这个救恩的方法咯，就是借着耶稣替咱世间人死，为着咱担当上帝公义的审判，叫信靠主耶稣人就得到救。这是上帝唯一的救法。正当时挪亚时代，神造方舟唯一的救法。所以《使徒行传》第4章12节，简单安尼讲。伊说，除了伊以外，这个伊是啥啊？是主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就是无别的拯救的方法咯。因为伫天的人间无有别的救法咱无别的名，咱通可以靠得救。伫天下人间，无论较偌出名，无论较偌认为说这个是好人，有法通救世间人。上帝无赐落天使，也无赐落别的名，就是赐落耶稣基督这个人，伊是唯一的救法。因为伫天的人间就是天的人世间对古早到现在无一个人靠得救，独是耶稣基督，咱法通靠着伊来得救。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信息要讲到这，上帝搁再一摆来启示人，用方舟来拯救世间人。到最后，伫时机成熟的时阵耶稣就降临，为咱世间人来做成救赎的办法，咱通靠着得救。你若是相信主，咱感谢主，咱也应该就将这福音传给人。你若是听到今仔日的信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的救主，你就伫伊面头前祈祷说：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犯罪，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接受耶稣伫我的心内耶稣基督
伫十字架顶代替我受刑罚啊，为我顶十字架，我相信你，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亲像圣经所讲，神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耶稣降死土咱，叫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当咱信这神的话语的时阵，接受耶稣伫咱的内面，圣灵的做工，咱有法能得救。咱的罪得到赦免，上帝赐咱这个永远的生命，咱成做神的儿女。虽然现在这个病困也阁真严重，但是你若是信靠主耶稣，咱就毋免惊了，因为咱有永生伫咱的内面啊。这个肉体的死亡是必定会临到每一个人的，因为圣经讲，按照定命，人有一摆死，死后阁有一个审判。但是咱信靠主的人，咱的灵魂得救了，将来无需要阁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叫咱落地狱受苦。因为耶稣已经做成这个救恩了，但是你信也未呢？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你一摆搁再一摆来向阮启示，阮世间人虽然阮犯罪，但是你已经为阮了预备这个救恩。当时你借着这个方舟来拯救。一家8个人，因着信心成做义人，并且得到进入这个方舟通得救。今仔日耶稣就是阮独一唯一的拯救。你甲阮讲，凡是接受主耶稣的人，阮就灵魂得到救，赐阮永远的生命，并且成做上帝的儿女，将永远的盼望甲荣耀来享受讨阮，阮感谢。虽然现在有个人抑个伫这个病困威胁惊吓内面，但是上帝求你的圣灵伫阮人的心内，让来产生迄个平安阮的日子如何，力量也调较如何，有上帝甲阮同在，甲咱逐个人同在。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